黄昏，孤孤单单失了魂，害我想你想你到天光，敢讲咱是有情无缘分？啊，望你望你的情分，可比天星孤孤单单。少年路，哪个路会艰苦？天边的乌云白云飘过小山轮，心情是暖暖温温，亲像失了魂。拜托。青春哪个路会酸？爱你无休困，无聊风雨一阵又一阵。等你到黄昏，孤孤单单失了魂，害我想你到天光。是有情无缘分，望你的情分，可比天星孤孤单单。情雨暖暖杯。好，谢谢大家，感谢您默默的捧声，阮的顺天哥哥，谢谢文东哥，咱的林贤大哥，谢谢雪玲姐，尤大哥、尤大嫂吼，古大姐啊这，芙蓉姐、龙华大哥，顺天哥哥，哇，明渊大哥，人上山边嘅大哥，今仔有新朋友呢，13371啊，感谢你，对有对哦，来。文东哥哥、徐爸爸、徐妈妈、明嘅大哥，还有文灿大哥吼，谢谢当的你好，秀仁大哥，感谢龙中大哥、木火大哥、剑山哥哥，你几落工无来安尼吼，你今仔过来上山哈。好来，谢谢李江雀姐姐哦吼，欢迎大家。恁的抱声拢总吼满满，拢方年拢总感恩收着，拢甲你记在心内，甲你记条条。感谢恁吼，每一天拢总准时甲咱收看。咱足侪观众朋友吼，看咱的节目看到一段时间的时阵，拢甲咱怎，甲咱做好朋友。拄着什么代志的时阵，伊拢会甲我分享。像我会知啊，咱这住伫桃园，咱的丽玉啊姐，丽玉姐吼，丽玉姐无几岁啦，拢叫阿姐阿姐，其实伊加我拢总，伊拄加我5岁尔。60通岁啊。60通岁的时阵呢，伊讲放你啦，我咧讲，好，我透早的时阵吼，5点我起码去阮隔壁惊死安尼，我讲，你是安怎啦？安尼，伊讲，都讲吼，伊隔壁住一组，咱即个嘛加无几岁，头70外岁，一对老翁仔某。是。讲吼，早你知影，咱若有人年纪若较济时阵吼，透早拢早就开啊，4点外就开啊，开创啥？较无重要。开啥？
开煮早点啦。是。煮一个青梅者吼，看一个煮一个啥呢？结果吼，雅书会一个切落的时阵吼，迄两个阿某才全无看人啦，讲带去吼，带去散步啦。嘿，好佳哉，咱姊也连个这看早伊我开讲，奇怪那闻到迄种安尼，迄烟味安尼，臭火熏味、臭火熏味安尼，烧火炉的味啦。讲哎哟，毋是说哦，毋是说哦，好佳哉，拄拢厝边隔壁较庄卡所在吼，无咧关，吼无关，但是我都要隔壁过街尔，都无关吼。伊安尼吼，算逐个。熟悉怎么用要到30年啊嘛，就隔壁30年，伊讲哦，赶紧入去啊关咧啦。结果吼关好的时阵吼，搁吵半点真久哦，两阿某才全安尼吼安尼，聊聊啊转来啦，安尼我看有恐怖无？我有一个朋友啊，伫咧拍麻将，你知无？遐大概差不多吼，即种义务大拢消遣的吼，100块50的就是安尼啦。拍到一步去放尿，了后怎找无人？安尼？了后先怎转因厝啊？规阵的时阵哦，系啊，拢总拍麻将爱4骹。对啊。安尼啊，剩3骹伫咧等。会奇怪，迄浮尿敢遐大浮，敢放一烟筒，那会放差不多要到15分啦。一个安尼吼，去找即个浴室吼来甲吹。找看卖啊。规间厝吹了都找无安尼啦。安尼哦。系啊，结果当中的时阵，种当毋知原先都较无钱呢，毋知等去厝啊。真正了甲准呢，系啊。毋是无钱啦，是袂记得去啦。嘿啦，袂记得讲伊咧拍麻将啦。所以讲咱观众朋友啊，其实吼，有的人会一直认为讲做这个失智啦、记忆歹啦，敢一定是年纪大。其实即马现在吼有统计哦。已经开始豆伫咧年轻化，嘛有医生指出咯，像讲咱即个台北市迄个立方的万方医院，迄神经内科一个医生黄医师伊就讲说，湿地有足侪无共款的类型，就是讲包括你心血管的问题，你有中风过无？我咧讲哦。通常你若讲有脑中风，还是讲慢性的迄脑溢血过的时阵，伊会病变。所以讲，意思讲你的血液的循环，脑部的血液循环较无好的时阵，甲一般迄种退化性的湿地就无共款咯。你一摆若中风、小中风，我咧讲吼，你种湿地，就是讲你的脑底伫咧下降的时阵是安怎阶梯式的，就讲安尼一站。中风一摆，中风一摆，就落楼梯一摆安尼。你若是正常，就讲豆老化迄种，就是安尼哦。是安聊啊，你会感觉，你有感觉讲，阮咧厝边啊，最近较无共款。安怎无共款呢？物件定定你讲定拢袂记得，讲伊厝内底讲。厝内底吼，定物件碰见啦，嘿啦，无就讲伊找无啦，后迄吼讲安尼出去的时阵吼，讲迄去费100连通讲，毋知雄雄才袂记得讲，阮兜吼要安怎转去？我咧讲，这拢是失智。雄雄去菜市啊，都拢想好啊，安尼哦，无经过3分钟，讲我搭这来菜市也是要创啥？有即个目镜的时阵吼，明明都挂伫啥？挂伫像即个头壳安尼啦，伫遮伫运动。是。或者是讲像即个呢，伫咧处理代志，惊讲去目着油啊啥安尼。嘿，伫咧找死找活找无，安尼结果先目镜就是伫遮。是。嘿。所以讲。手机啊吼，放伫冰箱内面的，即款的做这。迄摕物件手机啊，会怎去甲放伫内面？安尼物件摕好了，手机甲输伫内面，安尼啊。毋较简单，电话甲卡落去啊，恁就多少时阵多少，安尼对无？一亮了就找有啊，你冰箱的密闭室里面来找有。共款找无啦。即款的真济哦，即摆现在是足济人啊。对，所以讲吼，其实人医生嘛有讲哦，讲吼失智即个症状会当提早来甲伊做啥物治疗。你经过讲吼，咱医生甲你评估了后，配合着医生会当治疗，会当把握着讲咱这黄金，人讲拢有一个黄金治疗时期，对无？黄金时间。你感觉讲，哎呦，小可怪啊
感觉讲无啥对同的时阵吼，咱先来找一个医生者检查看卖啊。如果你若是讲记袂牢，就是讲你即个工课做过了后，你完全拢总想袂开啊。安尼叫做失智啦，吼。啊，你若是讲，互你搁坐一时啊，搁想会开的时阵，就是退化尔，安尼又搁较无。看这个人是明明，这个人就什么都足熟的，安尼想袂开。但是我咧讲吼，叫袂出来，迄当下叫袂出来，啊无要紧哦。就是讲你等于小可坐，回忆一下，你都什么人啦？安尼也无要紧哦，安尼搁无要紧，安尼还搁有救哈。所以讲观众朋友吼，咱每一个每一项像讲竞争也好。酸痛也好，包括讲咱拄即摆咧今仔咧讲的，讲这失智也好，也是讲你退化去啊，吼，脑底退化去啊，这拢总有一个黄金治疗时间。所以讲，观众朋友，毋好讲我食老生成的，无迄个代志哈。迄我曾经捌拄过一个吼，98岁，咱这阿嬷，阿嬷咱的人客哦。哦，伊讲吼，伊拢总73个孙。来外孙，敢若孙啥物，伊名拢还阁记会开。吼，我讲哈，安尼遮厉害，就70几个呢。伊讲来外孙，敢若孙嘿啦。我咧讲人伊拢记条条。还阁足巧。嘿啊，阁足巧。伊讲啊，我吼，嘛袂晓用手机啊。所以讲，伊若要找啥物人的时阵，伊嘛袂晓写字，但是呢，伊拢记伫头壳。包括讲公司，伊要敲电话甲放人加油的时阵，伊讲。我拢无写开，你的电话我都甲你的，我就知影呢。你看嘛，咱有巧无？吼，所以讲咱这是讲有保养有差啦，吼。好来，讲到这，我即摆要来进行着咱的头一阶段，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安排6首歌曲，头一首就是车顶的水姑娘。坐火车过梦空，心情真轻松。车一个小姑娘，目睭真活动。好来，sensu哥哥、平价大哥、运动哥哥，谢谢雪玲哦，你的歌声收到。第2首，甲你小命命。不甘放你离开阮心肝，永远要来甲你小命命。第3首哦，吼，这首有情哈，潇洒走一回。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朝气又潮落。第4首，什么好做爱？女生是恋，每日流目屎。天真浪漫的女性，伊若来失恋，所流的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雨，嘛毋是水倒水啦，男性是恋，怎样你敢知？迄是楼顶咧流雨啦。来，第5首，最后的谈判。我不愿甲你分开，不愿甲你拆分开。来，上尾这首最后的谈判。来，这是最后一首，嘛是最后一页。才爱不完，老人无补，何不尽追人春秋？最后一页，蔡琴的。来，以上有6首歌曲，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做互动，来卡阮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317。8326-317。哎，中华关市、外国关市加一个控诉就可以啊。车顶的水姑娘，第2首，甲你小名名，第3，潇洒走一回。
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啊，来哦，毕小姐，你第一秒。你好，王林江老师，你好，我挑第一首甲第三首。哦，一跟三，好，没问题哈，我车下开顶。的水果。好，谢谢谢你啊。毕小姐，大家拜拜哇！哎，林贤大哥，喂，哦，来哦，第3条跟第6条，第3条跟第6条。谢谢好，你。谢谢，感谢咱的林贤大哥。潇哎，你洒好，走彩秋姐姐，甲你少年名是谢晶晶的呢啊，啊是哦是甲哦，翁丽哦，对对啊，恁两个合对，迄合唱迄个是对啥？无唔对， 1、2、4，什么好最爱有口牌？好，1、2、4，谢谢。哎对，1、2、4。哦，好的。什么啊，你好，尤大嫂这，个歌足特殊。哎，阿嫂，你好哈。我点的做2甲3， 1甲3哦， 1甲车3顶的好，啊，车顶潇洒水姑娘，甲潇洒走一回。无，OK，问题，我下好，看哈。这袂歹听。错谢谢谢谢，来，Hello，两地拢真轻松。徐妈妈，安尼，好我点5甲6。 ，5个啦， 5甲6，哎，哦，无问题。好最后的淡薄。谢谢，平安哦嘿，好，佳佳，王林，好，江老师好。你嘛好，来，今天要听到一首歌，车顶的水姑娘，哎好第一首，来，潇洒走一回。哎第3首，谢谢，好谢谢你佳佳，平安，拜拜谢谢，拜拜再见 Hello，蜜子姐姐，喂，两位好。哦我听第一首甲第5首。哦，好的，没问题，谢谢哈。来，运动哥哥，哎，方林，嗨，你好，洪大你好，你好，好，来来，杨林老师，哎我伫你好遮，我点第1甲第第1甲第2。 2，1跟2。好的，没好问题，谢谢谢谢谢谢感恩哦哈，平安哦嘿，好谢谢谢。来，樱花姐，哎，两位好。好哎，，陈大姐， 13， 1、3，好好哦，车顶的水姑娘，好，嘿，谢谢。潇洒走一回。好好，我下开哈。好的，下一位，来，顺天哥哥，姚大哥，方林、江老师两位下午好，我来听第1首甲第5首，谢谢，跟感恩。 一跟好，谢谢车顶顺天哥的水姑哥娘，。最哎后的张小姐，淡薄啊。我卡一遍哈。喂，你好，新朋友，你好。大家好，我是康康，哎江林老师，方林姐姐，大家好。好，第一首好，车第一首，上的水姑娘，车顶的水姑娘，最后一首第6首，最最后集啊，最后一页，感恩，谢谢，拜拜。拜拜。然后甲台语个还甲喂，我是2号的3号。 2号、3号呀。哎好2号的来谢谢3号咱张小姐啊哈。好的，好，谢谢。哎，你好，陈妈妈来。哎，王林，嘉玲，你也播一条最后一站破。哦，拜拜。拜来第拜， 5首谢谢。来，观众朋友嘛，较希望听到较轻松的啦。头一首先来嘿来哟，车顶的水姑娘。继续讲。这首歌曲上侪人点。哦，这首歌曲呢，车顶的水姑娘，啊，这首歌我的歌，我的歌。哦，来，碧霞姐，咱的彩秋姐，尤大哥、尤大嫂、佳佳，啊，还有咱米子姐姐、文东哥哥，啊，咱的妍花姐姐、顺天哥哥、康康，哈、谢谢，感谢恁安尼上线。哦，拨一时间甲阮点歌，甲咱做互动，甲咱同齐来做节目。啊，咱呢邀请到全国侪观众朋友，你有咧看阮的节目对无？哈，同齐来收听车顶的水姑娘。
车顶的水姑娘，哦，谢谢。哎呦，这首歌这一人人拍谱啊！呢，sen树哥哥、芙蓉姐、秀兰姐、尤大哥、尤大嫂、木火大哥，当诶，来，明渊大哥、明给哥哥、蓝英姐好，尤大哥、尤大嫂啊，刷姐啊，哈，王雪姐姐，感谢秀兰大哥，啊，还有蓝丽婷、淑娟、徐爸爸、徐妈妈、龙华大哥、佳佳、文东哥哥哦，谢谢你默默的捧啊声，古大真啊这。哦，芙蓉姐哦，感谢吼，拢总安尼满的抱啊声。好来，咱即马来进行第二阶段，好不好？第二阶段，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第二次了哈。听好歌，有歌名，好礼相送，送什么？哎，今仔送这吼特别有意义的，因为我一定爱甲恁讲，咱这个自动搅拌器，哎，这泡牛奶。泡五谷杂粮，还是泡咱的藻体康，你敢知影偌好势？扣落去时阵，我甲恁讲吼，以前爱床时拉来吼，即马毋免起落，拉规半途5秒钟，吼，安尼伊就好啊，吼，啊你着一般咱藻体康的时阵吼，倒落去差不多半杯的水啦，一半烧一半冷，啊多一半就好啊，哈，啊这呢，这个甲嵌落去了后，这内底有一个开关。你今仔摕注意听我讲哦吼，这内底有一个开关，这个叫做按键。来啊，大宝这有法度甲扭较近的无？好，来，哦，这内底有一个圆的按键，吼，圆的按键哦吼，圆的按键呢，就是要互你定落的时阵呢，伊就会自动搅拌，吼，自动搅拌，吼，大宝你会使来遮来扭无紧啦，好，安尼。啊，搁另外遮到有一个按键，共款灰色的时阵呢，吼，这呢是要互咱观众朋友充电用的，因为是自动的，这一定爱充电。内底我有架一条充电线，导播跳灯来跳这个画面了吼，来，这条叫做充电线，这头才甲插入去，吼，啊插入去。另外这头你会记得哦吼，咱兜有迄手机啊。充电的这条头对无？吼，啊，甲插入去了后，吼，插入去了后，吼，插好对头，吼，去甲充电。插落去时阵，伊是红灯的，头一摆用一定是红灯的。等甲伊青顶倒的时阵，再爱甲拔开。冲爆。嘿，冲爆，安着拔开，会当吼，若逐工泡一杯的时阵，会当互你用咧一礼拜。重点来啊，泡好啊对无？泡好了后，啉煞吼，你来摕一冷滚水嘛好，烧的嘛无要紧，共款搁甲倒炒一半，甲砍开，甲饲落去安尼5秒钟久，安尼叫做咧清洗，自动清洗。即个挂的所在安尼就清气啊。如果你若感觉讲即内底还无够清气，即块杯啊会当去呛水哦，会当去水樽仔头遐搭洗哦。但是重点，阿姐、大哥、大姐、阿嬷，拜托的吼。即块挂千万唔好落水甲洗，即块挂内底有电线，无伊要安怎充电，对无？吼，袂使落地，袂使安尼落墙，袂使落甲浸水。即块挂你拄则用即个方式安尼甲饲落了后，吼5秒钟久，即个所在一定着清甲清气利利啊，无着摕一个湿巾，摕一个卫生纸甲擦者就好啦，吼。会记得哦，电上加水啦。即个你唔好吼，啊，这是会使抽开，吼，这是会使抽开，安尼吼，甲插落去就好啊，吼，插落去，甲插大底落去的时阵，吼，安尼就会使。会记得，即个杯仔挂，这个杯盖袂使摕去水樽啊，骹呛水，搁较恐怖就是直接装来弄落水底内底，讲我甲浸者等下才来洗，洗的时阵我讲规组喷了了，吼，剩即块杯会使啉水尔，即个歹去啊。好，俺甲恁讲到遮。今仔日我送恁杯仔啦，吼，你听我讲到安尼，真正嘛足好用的，吼，啊拜托你吼，使用方式爱正确哦，嘿，好来。后来我首先安排，要来安排一个像这个日语歌曲所改编的，中间有这个日语歌，也嘛有像这个台语名，嘛有国语名，吼。啊，我头前来甲唱一段日语的，唱一段国语的，安尼。诶，啊后边要来甲唱2段台语啊咧。无唱啥济段，老师。
せ燃えて花咲く赤に甘いおごりに誘われてあなたと二人散った街ここは札幌中の島ブルースよ往日的情景总是难以忘怀失去的欢乐，如今只能回味。思念的人在我心扉，何日再相随？我充满心事，夜下独自徘徊。阵阵清凉的风，好像是对我轻轻安慰。这一首歌曲叫做什么名字？其实呢，日语歌的时阵呢，伊上尾段遐都有唱到啊，就这个歌尔吼。来，要来就是国语歌曲呢，4字尔。伊原共阮这个曲，但是呢，这个歌词无共，继续就甲演奏的，嘛是这个这个曲吼，词无共。台语歌曲4字，词无共尔啦。结果曲嘛是佫共款，所以讲这首呢有日语，这一首有日语、国语、台语的曲拢总共款的。街头的桥顶，甲你来熟悉。不知影伊的名字，不知从何来。伊多情又可爱，我心暗欢喜。心爱的你是怎样全然袂了解？如我有情。你又随是无情哟。遥远的音乐轻轻在耳边，我为你唱出恋歌，为你。想是不知影，迄个人梦中来相见。心爱的我，得叫你回来阮身边。如我有情，你又随是无情哟。好，谢谢。感谢。这个歌曲叫做什么名？来，依照惯例，伊原共款来甲演奏一段。这个入门的演奏曲了后，就要来速速
公布答案。我来哦，老师，可以喽。好，谢谢。来今摆现主持来个做一个查字的动作。来，我来。头一首歌曲的时阵。아까 내 옷니 미오마 카세 失去的欢乐如今只能回味。这首歌曲叫做中之島ブルース。中之島ブルース，这是咱的台语的歌名。日语的歌名。对，日语的歌名。啊，国语的歌名叫做《伊人何处》。好。伊人何处？好。来。第二首呢？街头的桥顶，甲你来熟悉，不知影伊的名字，不知从何来。这首歌叫做《溪头之恋》。来，头一首日语的，还有国语的是。中之島ブルース。伊人在何处？无在啦，伊人何处？伊人何处？四字尔吼。后来这条叫溪头之恋。好来，今仔日真无简单，遮济人。无简单，因为这首歌是安怎讲吼？你哪安尼安排？歹甲伊搞混吼。啊，这首歌的时阵，你家己用吉他吼，你去轻弹，听起来蛮舒服的。哦，适合这边做这当年时啊啦吼，而且个季节的时阵吼，外口散步，啊，伫厝内面的时阵，安尼听起来，感觉别有一番风味。好啦，安尼我即摆先甲收起来，等下咱节目特别结束之前，咱会邀出一位观众朋友，互咱送咱这支自动搅拌杯。自动搅拌杯，恁会记得吼？这个搅拌杯吼是安尼。自动拉好了后，你自这块杯啊，就安尼啉，再来洗就可以啊，你唔免搁盘过，唔免咯，这块就是杯子，只不过是讲伊搁加一个盖子，这个盖子内底有一个搅拌器，伊内底就一个搅拌器，速度足紧的。咱一般来拉咧拉咧超20个，你甲砍落去。超3秒真久，伊就有迄个效果出来，好来，感谢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咱今仔节目一个开始的时阵，就咧甲咱观众朋友讲，哇，这健忘，记忆歹，这个老啊啦，这个退化啦，无保养啦，机械嘛生生啦，头壳嘛生生的，系啊，对啦，人你讲的铁啊，若讲机械生生的时阵，点一个油就好。咱若记忆反歹时阵嘛是爱点油，爱找方法，食食对咱读壳有帮助的迄失智绝对毋是突然间，这人全向我记着，伊拢总原啊有正常的咧，是斗，定碰见物件啦，定咧找无物件啦，雄的感觉讲，我当即马是要创啥？活一身，要摕一个炒菜，讲，你要摕盐来掺尔，讲全袂记得去。所以讲有当时人规家口转来咧食物件的时阵，哎呦，阿母今仔煮到遮正着，根本都无掺盐啊，毋是正尔袂记得啊，袂记得去啊，甚至像我拄则讲的咱例如我这个隔壁迄对翁仔某惊死人啊，迄甲我输不长切落去的时阵。就是讲一丝啊尔，我一丝啊念伊就
就来切掉，结去果咧好小厝呢还一新的时阵，家己卖起来时阵去过街。家己收了了无当，结果收你后边去。当然，所以讲这别人去是危险性的吼对。来，咱要互安怎，互家己的记忆，互咱家己袂遐退化，甚至讲卖退化甲较紧的时阵，咱绝对有方法的吼。来进一段广告时间，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日再次邀请到咱的海峡两岸自在养生协会咱的秘书长黄秘书长到现场。方云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欸。观众朋友啊，阮这秘书长吼，足好邀请呢，这是第二届我咧讲上电视节目的啦吼。对欸啊，咱顶座吼，跟咱观众朋友伫咧探讨讲说，哇，这个记忆的部分，对一个人吼，这大脑足重要。啊，若对大脑开始退化的时阵，人讲的吼。失智等于失能啦，就失控去啊！你的生活拢总失控去啊！哦，嘿啊，迄有的时阵讲说，阿芳玲啊，记忆反歹开安尼，啊不等吼，安尼加速路拢火袂记咧切啦，嘿啊，锁匙袂记早。你啊吼，已经等几落骹歹去安尼，拢去烧到臭火打倒火呢。最近嘛有新闻咧报一个艺人的爸爸，啊哦，对找足久的拢找是无，伊迄就是已经失智退化足严重的啊，袂记转来厝边的路啊嘛。我跟你讲吼，观众朋友，你若甲迄个听到的时阵，你真的都忘记怎么回家了啦。嘿，互咱观众朋友有一个观念，就讲年纪到啊，伊是会退化，但是如果你若有提早来甲伊做保养，咱毋好等到咱老啦。对。黄秘书长，啊，你嘛甲咱观众朋友讲啥物？有啥物物件会当互伊安尼？这插座摕开时阵插落去，伊会当安尼会通啦。爱食这上新的麦角流音，最新的哦，观众朋友啊，即嘛是甲你讲上新的哦。以前咱会知影讲说啊，记忆较无好的时阵，哦啊，就是有银杏嘛。对，银杏。啊，这银杏是固循环尔。是。但是咧，要甲即个插座呢，加搁较济咧，哦就需要即个麦角流音。麦角流音哦，为什么伊这个物件这么厉害？伊这是咱美国上新2009年才发现的，伊会当讲诶来为咱的即个脑部的即个脑细胞是吼，搁较济咧。哦安尼要神经线要夹起哩吼，就较 OK。因为即个麦角流音吼，伊毋只但是会使互咱的即个插座搁较济。是。伊搁会使互你藏入去咱的脑内底，因为脑其实是一个足重要的所在，所以阮身躯呢其实有一个那即个墙壁共款甲冻掉的，袂使互一寡歹物仔走入去嘛。对，但是即个麦角流音呢，都是会使走入去即个，因为为虾米伊是咱脑部内底需要的所在。听讲咱这麦角流音，即马目前已经通过着美国食药监督管理局讲说这安全有认证过。对，有认证过。吼，有等伊那过呢？嘿，有等安过，所以呢，这上新的物件特别来介绍互观众朋友。所以讲吼，如果咱若有食一寡即个麦角流音的物件，吼啊会当啊提高咱即个脑部，包括讲咱即个脑内底即种脑壁啦，吼，听讲吼会较轻啦，较袂去卡掉咧，是人讲有当时脑雾啊、顿啊，你讲啊，你头壳内底空吼，去安那卡带伫咧啦，伊就咧甲你清一寡带掉哦。对。哦，所以讲这真正足厉害啦吼，即摆还佫有一项嘛是足厉害吼。对，就是咱的罗布玛。罗布玛。嘿，罗布玛即个就是讲吼，伊会当去拍通咱的血管，就甲伊拍开安尼，互咱的尾仔的循环搁较好。末梢神经啦，伊的循环会甲即个银杏会使去搭配，两个效果搁较好。安尼哦。对。哦，听讲除了这以外，佫有一种物件叫做什么？中药界的氧气瓶。氧气瓶就是咱的红景天。哦。对。红景天这是咱若去高山啊，一定有足侪爱爬山的老大人呢，一定会想讲要炸即个红景天。为什么呢？因为伊会使互咱的即个氧气咧，伫咱的脑部愈来愈侪。哦。就较袂高山症会头壳晕啊，会疼啦。对，也是讲咧去较高山的所在啊，会溃烂无溃烂安尼，一直串起来啊。哦，所以讲这红景天啦，包括讲咱罗布玛啦，包括讲咱这个麦角流音，这拢总是对着讲这个脑部，包括讲循环拢尾仔杂只的循环搁较好。哦，啊，这安怎卖？这伫药房阮是30粒1,800块。30颗。30粒的哦吼，就1,800块啊吼，观众朋友啊，2代好记性哈。但是
今仔摕起来是60粒的呢，对拿出来是60颗的。60颗，若要照伊安尼讲，毋知3600块。就是要互咱的观众朋友食较久的。食较久的吼。对，而且这效果会出来。多1倍，价格不变。3600了，3600。哦，3600。无啦，我跟你讲啦，即摆就是讲吼，摕60粒来的时阵吼，价格不能让它变嘛吼。同款60粒装的爱3600的，但是今仔同款，甲咱观众朋友收一盒1800块。啊，咱这时代当然伫咧食的时阵，拢嘛有一个疗程嘛，对不对？吼，你讲的，这熊熊安尼，遐济物件放进去，袂记得去时阵，上无嘛爱头2盒的时间到把这个啦，把它找回来，忘记的把它找回来，对不对？吼，来，咱2盒的时阵是偌济？2盒就是3000啊。3600啦，吼，3600，买啦，3600块，咱规气甲摕互坐头去安怎？坐头。这差600块尔。差600块，好啦，今日特别来，真久无来芳玲老师家。好来哦，今仔日吼买2盒3600的话吼，优待计小就是3000块。当然，咱今仔邀请甲咱的黄秘书长来甲遮咧，我跟你讲，伊长期吼公司拢总是咧研究咱这个顾这个头壳的哈，互咱观众朋友找得到，尤其是咱若时段吼，让你找回你一些那个记忆。放进去的，放去啊，谱啊啦，音啊啦，对，好，已经找足久的啊。上简单的我跟你讲吼，正礼拜的时阵，你就较袂去找你的老花眼镜啊，就是这么厉害哈，观众朋友，这真正是足特殊的配方啊吼嘿。恁今仔日甲咱注文交代的时阵，2盒3000块对无？来，搁加码啦，搁加码，加码在。我跟你讲吼，观众朋友，这3盒伫药房的时阵啊，10800。今仔日，吼，今仔日特别优惠啦，好无？我咧讲吼，买2盒，搁加1盒安尼，搁加1盒吼。啊，同款3000块就好啦。3000块。嘿啦，好，我拜托者啦，来，你看嘛，咱这时代偌期待呢，很期待讲哦，尤其是咱若有食过，咱这时代你就知影讲好说，迄个专注公路吼，就加足我喏，伊会当互你的公路较有弹性。嘿。吼，较软 Q 啊。较软 Q。我咧讲吼，公路绝对爱软 Q， 伊才袂脆，脆就安怎会瘪去。会瘪去哦，吼，观众朋友。危险啊，足危险，容易啊，对无？吼，黄秘书长，时代讲说啊，2盒我当做食呢，2盒我当做食的时阵，其实爱2组啊嘛，吼，2组的时阵就是6盒嘛，6盒就是6000块。当然，若甲咱买大组的时阵，咱嘛爱搁优惠者啊。2组搁爱加送就对啊。你巧啊，真正翻巧开哈，拢知影芳玲的意思哈。若甲咱买大组的啦，吼，一组摕倒转是就6大盒，对不对？吼，60粒装的哦，观众朋友60粒装的哈。今仔日若电话拨通的时阵，我甲你讲，我搁甲咱观众朋友吼，争取搁加1盒，拢总安怎7大盒哦，吼，60粒装的哦，优惠计小6000块。电话赶紧卡0800-81581080081518卡电话。好，谢谢大家。来，我咧讲吼，电话即马开始，互咱观众朋友卡。咱今仔日，我咧讲吼，一组真正是爱万几块的哈，3盒就好啊哈，3盒3000块。你若要甲我买大组，你之前有食过啊时阵，我咧讲食草10外工啊经过时阵，你会发觉着讲，啊，我最近迄技人哪加只翘着安尼啊，本地拢叫袂出来，即马加叫会出来，较袂卡卡的，而且较袂讲安尼强，啊，但我是要创啥物？哦，物件较找会着啊，甚至咱有足侪阿姐讲，你芳玲啊，好使起啊，不等到安尼，那安尼2000块，遐钱遐囥啊不等拢袂记咧，最近拢会找着呢，拢去找着安尼，来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看哈，喂，你好，慧珠姐。嘿，慧珠姐哦，来哦。我大组的就好记性，大组的一组。要大组哦，好，我写开哈。当时会到。来，安尼后礼拜一，明仔载若无到，就后礼拜一到，安尼好无？后礼拜一到，安尼吼。好，谢谢。来，骹手要紧的哈，德王大哥。
谢谢。哦，我谢凯哈，好，谢谢你哦，嘿，好。当时有来。我来讲，明仔载若无到，就要拜一届到哦，吼。我知吼，你甲我叫那个鸟专门我自取。哦，自取的吼，好。微信南七路的哦。我知，好，谢谢。来，08008518我咧讲哦，食咱这罐，咱这盒的二代好记性。你的情绪嘛较好哦，吼！你有感觉讲最近较搞脾气？哎呦，安那无张无当啊，乒乒叫安尼，我咧讲吼，你的情绪会较好，暗时啊嘛加足好困的哦，吼！因为安怎，你的鼻血管拢有通过啊，你的传导已经有传导过哈。青梅姐你好，青梅姐，啊要大做小做的。谢谢你。没事做诶。好，我谢凯哦，嘿，谢谢哈。好。来，张素姐姐你好。嘿，啊要大做小做的。小做先食看卖咧。好啦，食鸟较巧咧哦嘿。好啦，好。安怎食？我咧讲，我等下甲恁教哦嘿。好。会记得凊头伫咧食的时阵，甲食好通的过，早晚各2颗，好不好？早晚各2颗哦吼。来，080081081008015181，定迄数字啊，拢总咧记袂清楚，电话叫袂出来，我咧讲哦，你会记咧，你食草食礼拜就好啊哈。春雄哥哥来，吴春雄大哥你好。我要细做诶。阿嫂哦，要细做吼。嘿，啊，恁拢无得讲。来，我等下哦吼，来线卡甲接落去哦。谢谢啦哈，来老师你准备一首歌哈，我教你安怎食，会记得。恁即马有想讲做，呀，我小看尔，定感觉讲，这记忆敢咧，咱常想袂开，搁加坐一时的时阵，就想会开，安尼你一工食一摆食2粒，但是你已经较严重，哎哟，好，哎出去的时阵放恁啊，常吼，安尼学倒摆喙行了，这转。啊，我当时要往东啊往西呢，好啊，安怎想拢想袂开呢？转坐咧学倒摆顶吼，安尼转上无坐咧超10分钟，安尼，啊转安怎学倒摆就搁牵转来，甲转来的时阵讲，啊再搁开行，再搁人要去倒位，较严重的时阵，暗时啊困袂去，定脾气无好，实际是讲有一种是脾气无好，有一种是安怎情绪足歹。感觉心肝头不断安尼闷，暗时啊拢总安尼困袂去的这，吼，来，慢线吼，早暗各2颗，啊，这是特别甲咱观众朋友争取的哈。你甲想讲，咱这种成分就好啊，吼，8大成分，即有的人一个银杏安尼就1罐啊了，吼，啊，即马上界夯的叫做安怎麦角硫因。这个物件，这是贵酸，人讲像金啊遐贵啊吼，一丝丝啦，但是呢，伊有大的效果，咱内底是用上盖新的，啊无阮第1代就好，咱就搁第2代，因为芳林特别要求公司讲，咱的观众朋友拢总缀咱遐久啊，吼，啊你讲年纪大拢怎啦来啊，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会退化嘛，吼，啊会记性较无啊好嘛。啊，你就是安那有需求、有需要，所以讲，咱一定要用上好，互咱观众朋友量内底的成分要有够，佮刷落要改进步甲上盖新的，哦，迄麦角硫因也好啦，哦，甚至咱内底哦，佮有罗布嘛，这遮好物件，你以前我妈妈听过啊，原来迄个物件是人迄有专利的，无哪间有证实讲哦。这对你这粒真正有真好的帮助，真大的帮助，互你变巧，互你想会开，互你袂搁咋老翻颠，互你困会去，互你心情好，互你安怎袂安怎甲失能把叉叉。人讲失智等于失能哦，失去能力。你无后摆无行为能力，连食药家己嘛无法度食。连食饭食饱你嘛唔知影，甚至拢我咧讲吼，开所有。连钱都袂晓开啦，对，安尼哪有啥意义？人生真正变好来，吼，嘿，诚济讲吼，做家己，
就讲我今仔想要食啥物头壳会，清楚。我今仔想要创啥物，啊，我有法度去执行，对对无？啊，无你讲我做到要死的，剩一撮西徛，都袂晓开互巧。袂晓开吼，嘿迄到尾的时阵，做这头壳的时吼，阿达妈啦，控股你若登去吼嘿，包括参大小便的时阵，你嘛无拢无法法度度处理迄叫呢。做失控的人对啊生哦，吼。哦好来来你甲，我即摆线卡继续甲恁做什么服务叫做爱。啊，我即摆呢先来邀出着今仔日中奖的人客哦，我阁足巧的咧啦，吼，嘿，还阁会记咧咧呢，对来我来。来，庄喜玉小玉仔姐，恭喜你哦吼！小玉仔姐，咱今仔就是送咱这个吼自动搅拌杯哦吼。来，今天的日子个下起去，杯子一个哦。来，感谢咱观众朋友哈。小等我伫线卡继续甲恁做服务吼，啊，互老师来安排一首歌曲，规个拢总满线，我紧来倒接电话啦吼，来莫互恁等啊久哈，谢谢。非常特殊的一块歌，或者呢，什么叫做爱？这真侪人吼，这失落的老歌，未晓点，哪唱，要哪讲口白，真特殊的歌，来。情是乱，每日流目屎。天真浪漫的女性，伊若是来失恋所流目屎，也毋是下晡时的西北风，嘛毋是水倒水啦。人生是乱。怎样你敢知？亲像20-30度的男性，若是来失恋，3节讲啊死真薄啊，怎样你敢会知？只有用酒介绍着心内。酒味酒头啊，灌一罐啊，素素的10块钱的牛肉干，来介绍心肝内的痛苦。只有用酒大开吐出来，刷入去双脚甲春长长，粉甲输一支啊。大大来甲舞出来，毋免惊伊做风台。我把婚会用分用酒解。咱讲实在，婚是分伫像这个骨旁内。若是亲像我这感觉嘛，分酒就会当介绍，但是别人我唔知，自暴自弃，看破唔敢爱。亲像这款自暴自弃的爱情，下地早就好通抹油，变比大叔的巴士。看破不敢爱，愈想愈恨，什么叫做爱？愈想头壳是愈大粒。讲实在，现今的世界，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爱？愈想愈
做不应该。怨叹好用呢，当初不是你交界，就是交西内，免讲大家嘛知。生活的乱彩，这真歹讲哦。钱若无两个莫大谈，火若无开，香你来通再去采。不知自己目前不应该。咱自己这个思想啊，就先提起来。来讲这会使的，以前别乱是大大不应该。为钱为阮，随时情变歹。若是为了金钱来变歹，真正是可怜代。这款人听嘛爱，爽嘛爱。荣华随身，老当有老师。总讲一句，女性上惊，男性火乱彩；男性上惊，荣华水性，老当有老师。什么叫做爱？非常感谢，谢谢。